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我係水晶姐姐。今日睇下位於萬錦市心臟地段 Warden Avenue 夾 Major Mackenzie 嘅住宅項目 Alia at Unity。住喺呢度5分鐘就到 Highway 404，返工出入真係極之方便。呢度主打3房3廁嘅 Townhouse， 5星級日本酒店式設計，所有樓下單位全部都係地面以上，完全唔使擔心半地庫嘅採光問題，出入自然更加安心。而樓上單位最大空間可達1580尺，最驚喜嘅係附送私人電梯直達入屋，唔單止尊貴有私隱，平時買完嘢返屋企或者屋企有長輩，真係方便好多。講到生活配套，呢度簡直係一應俱全，行幾步就到 Angus Glen Community Centre， 入面有圖書館、游泳池同室內運動場，附近仲有中西超市，買餸、飲茶、行街都近在咫尺，加上區內學校網出色，係好多家庭嘅首選。最重點係，而家所有買家仲可以享有高達13%嘅退稅優惠，價錢由64萬起。喺咁成熟嘅地段，可以用呢個價錢入手法式優雅風格嘅屋苑，機會真係好難得。想知更多優惠詳情，記得 call 我水晶姐姐預約睇屋啦。